你係唔係又喺度大啖大啖咁食降糖藥呢？食壞肝腎，血糖仲忽高忽低，降血糖淨係食藥唔得噶。無論係西藥、中藥，抑或係胰島素，一旦長期使用，都會透發藥源性併發症。有啲尿糖問題者係因為脂肪同運動細胞出問題，無法感應胰島素，因而唔能排除血液中嘅葡萄糖，導致其濃度過高，引起疲勞、體重下降、視力退化等問題，甚至導致失明或腎臟、心臟出狀況。真係咁嘅咩？點解糖友從此告別降糖藥、胰島素危害，幸福後半生？研究發現，服用肉桂能提高血糖代謝。美國研究發現，肉桂能增強細胞對胰島素嘅反應，所含成分仲能使糖分分解嘅速度加快，顛覆咗百萬糖友食藥打針嘅傳統模式，係尿糖問題者嘅福音。根黃肉桂佢有助溫養脾胃，促進消化液分泌，溶解碳水化合物及激活胰島素嘅反應能力，有助促進糖分同能量嘅轉換過程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採用完善嘅科學化提取技術，萃取肉桂水溶性成分，唔含雜質及有害成分，使人體更易吸收其草藥精華。希望本文能俾你幫助。如果你中意本文，請分享俾更多朋友，點擊右下角分享到好友圈吧。